本土剧女神曾关婷不仅演技精湛，拥有火辣身材，时不时在脸书上放送养眼照，吸引大批粉丝追捧。曾关婷近日分享新家内部照，却被网友酸有钱真好。不过曾关婷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大方回复对方，被网友赞爆。曾关婷不仅演艺事业亮眼，最近更升格为服饰店老板娘。近日她在脸书上秀出修长美腿，并且分享新家装修照，似乎相当期待新居落成。而曾关婷背后更衣间也意外引起网友关注，甚至有女粉丝惊呼女神的新家好棒好美。不过此举却引来部分网友酸她有钱真好。事后，曾关婷仅回复对方：“钱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加油吧！”高 EQ 回复引来网友大赞。至于有网友问他地堡豪宅，曾关婷则是谦虚回复：“是豪宅。”曾关婷目前自创服饰品牌升格当老板娘，先前曾因长时间拍戏日夜颠倒，导致身体出状况，一度暂停拍戏，却被酸说是赚饱了。但曾关婷仍相当珍惜每个工作机会，每赚1分钱都相当感激，努力有目共睹。